南投有一间土地公庙，最近出现神奇的景象，让庙方甲信徒拢感觉不可思议。做伙来看。穿蓝色衫、戴帽这个信众，甲土地公、土地婆拜拜跋杯，要我拔出来的杯，回来唔知要安怎较好。伊往回几啊摆，最后决定用手机啊甲翕起来，因为伊拔出来的杯是安尼。 一半伫涂骹，一半黏伫八仙道金面顶。为什么会像黏住那样，像吃点吸住一样，好奇怪。遐侪年慢慢看过讲诶，上杯杯黏在顶头。安尼黏就敢若抹强力锅共款，一黏10天无落落来，拔出这神奇的杯，这个信众过后一张字条写讲不可思议。 有甲伊讲啊，你敢要甲这个杯摕落来？啊，比如讲，伊就坚持讲要保留掉咧，以后所有有缘人吼，互因来做一个参观。庙方感觉是神迹，惊别人跋杯是会甲卡落来，总要用一个阿骨力棒甲套掉咧。啊，伊咧倒棍就是用咱个手线，咱手线个金葱，金葱足粗，伊后壁串串，甲伊本身的金葱粗条就一条咧。美术专家讲，上杯大部分是茶做，跋一个久难免会必顺。 倒金顶面还有真个赤锈，应该是这个串串的所在交到这个赤锈才会卡掉哩。因为这款代志发生的几率真正无悬，而且一个黏就是10天，毛信众看了后，拢感觉真神奇。